行政院临时行政总处顶个月受讲会来争取调整专业加级来改善公务人员的待遇。不过今仔日呢，受10外个公务体系工会去到行政院外口来表达不满，因是指出讲在公务体系呢，亲像药引津贴，也是讲失灵甚至是死亡给付等等，这拢是以本户来做计算的基础，所以应该就要连本户做回来调整，安尼才是老实的调薪。 公务体系要调整，加班制度要正常。 10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来到行政院外口大声要求调薪水，其中中央健保署工会讲，这几年营业务量增加不计直直去，人是愈来愈闹袂调。也有消防员甲公立病院的员工指出，公务人员无像劳工有加班倍率，一个月各有20点钟的加班限制，超过都是换休假。因也叫设定加班倍率，避免业务不合理增加保障基层的权益。不管是公务人员或是劳工，一直在短缺，都在出走潮。 所以那个薪资结构没有去改变，业务量增加，造成很多员工很多同仁都出走。劳工一般有这个加班倍率哦，1.34、1.67，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哦几乎完全没有哈，所以我们要讲哦，这种制度底下哈这不是在鼓励我们奉献的，而是在变相的剥削我们这些保护国家安全、维持政府运作的这些人哦。 所以我们要求哦，加班费必须要全薪计算哦，应该要设置倍率哦。行政院临时总处3月25有讲要伫6月底进前，会对公务员专业加级表来调整，争取公共高调薪。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公务体系像药用津贴、失灵和死亡给付等等，拢是以本项做基础来计算的，应当连本项做伙调整，这是正式的调薪。行政院如果要调升专业加级，没有问题。 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加级，它并不涉及到我们相关的给付，以及这个我们的退休保障，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要把我们的俸额，至少各级俸额要调到6000元。 这个公务体系的工会拢指出，像各级机关的行政人员、经销和公立医护等等，这几年拢有业务增加，薪资待遇却拢无得来调整。因希望主管机关行政院回应因的诉求，提升待遇，避免公共服务体系崩坏。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